水牛在路上走已经罕见，更别说是用稻草编出的大水牛。78岁的稻草编织达人王承德功力惊人。做这个动物，我没有人教我的，自己会想，一直想一直编呢。骄展是一双巧手，我阿公的创作路73岁才开始。原本儿子怕他无聊，鼓励他编稻草，他却坚持玩大的，无师自通，玩出一个稻草博物馆。而且你编这家，就是你蒙牛角讲趁钱稳达达啊，蒙牛耳讲食百二啊，蒙牛头讲子孙会出头啊吼。花20多天编成的骏马，连人坐上去都不成问题。稻草在阿公手中扎出千变万化的造型。牛魔王在那里。那牛头照身人脚，啊，这个查囡啊，灵魄有索，卡算跳动动。在阿公眼中，草箭草鞋都是小 case，12生肖也难不倒他。从他身上看到，学习永远不嫌晚。可以教我吗？客家话怎么说？做得搞挨嘛。哦，做得搞挨么？做得了。哦，做得搞挨么？做得搞挨么？